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係節目主持人 Daisy， 歡迎大家收睇恩光之聲德福人生系列嘅第3輯，題目係挪開得福嘅攔阻。中國人都係追求福氣嘅，最常講嘅就係五福臨門。五福就係長壽、富貴、康寧、好德、善終，加上兒孫滿堂，就係人生最大嘅福氣啦。但係大家有冇諗過，除咗呢啲地上嘅福氣之外，仲有屬天嘅福氣呢？咁問題就嚟啦，究竟乜嘢係屬天嘅福氣？有乜嘢會攔阻我哋去得到屬天嘅福氣？如果真係有攔阻嘅，又有乜嘢嘅方法去挪開呢啲障礙呢？今日我哋好高興請到陳建安牧師為我哋解答呢啲問題。而家我哋將時間交俾陳牧師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今天晚上參加恩光之聲德福人生嘅講座。我哋今日講到第3講啦。前2講我哋大家記得係講過得福係得啲咩福呢？亦都講到我哋得福嘅源頭呢，原來係我哋嘅神創造天地宇宙萬物嘅主。我哋嘅神咧，其實咧就已經將好多嘅福氣已經係賜過俾人類啦。陽光、雨水、空氣、大地、海洋，缺一不可，都係完全係免費嘅，俾過我哋嘅。咁佢咧仲為我哋預備咗咧一啲地上生活上嘅福氣，同埋天上屬靈嘅福氣。但係咧就唔係好多人，唔係個個人都能夠得到呢2種嘅福氣嘅。咁係點解咧？就因為原來係有攔阻啊！呢啲係咩攔阻呢？呢啲攔阻原來就係我哋嘅罪，因為神係聖潔嘅，佢唔能夠容忍任何嘅罪惡，所以當我哋犯罪嘅時候呢，我哋就會同神隔離，咁就唔能夠得到神俾我哋嘅福氣啦。咁所以今日呢，我哋就會睇一睇呢啲攔阻係點樣嘅呢？亦都係睇一睇我哋有咩方法嚟到去攞開呢啲攔阻，揾到一條出路。我哋講到罪嘅時候咧，就可能會諗到咧，就係犯地上嘅法律啊。若果我哋睇一睇嘅時候咧，我哋就真係冇乜點樣犯地上嘅法律嘅喎。最多咪衝下紅燈，或者超速，或者冇停 stop sign 攞幾個 point， 最多都係咁樣。但我哋又知道咧，神嗰個標準咧，同地上律法嘅標準咧又唔同嘅。如果我哋諗一諗咧，世界上咧真係有好多種唔同嘅人啦，有好多個好人，亦都有好多個壞人。好人咧，佢哋嘅良善嘅程度咧，有高有低啦。你可以話咧係一個好似有啲高山，有啲矮嘅山咁樣。但係神嘅良善，神嘅標準咧係好似天咁高。所以無論人嗰個良善咧有幾高同埋好似啲山有幾高，都唔能夠去到天上咁高。所以我哋睇到神嗰個標準咧，其實係相當高嘅。嗱，如果我讀嘅幾節嘅經文俾大家聽咧，可能大家咧就會明白得到我所講嘅係乜嘢啦。首先咧，我就會讀嘅舊約嘅經文呢個係出自係箴言嘅第6章第16至到第19節啦。呢度講咩咧？嗰個耶和華所恨惡嘅有6樣啊，連佢心所憎惡嘅共有7樣，就係高傲嘅眼、撒謊嘅舌、流無辜人血嘅手、圖謀惡計嘅心、飛跑行惡嘅腳、吐謊言嘅假見證，並弟兄中布散紛爭嘅人。我哋睇到呢7樣嘅所謂罪行啦。其實有幾樣咧，都係當然啦，係就地上嘅律法係唔容許嘅，但係亦都有幾樣咧係唔係覺得係罪嘅。比如講話高傲嘅眼，唔通眼睛點樣高傲都會犯法咩？撒謊嘅舌，平時講少少大話都會俾法律制裁咩？或者圖謀惡計嘅心都未曾做到出嚟，喺心裏邊諗就已經係犯罪咩？呢啲都唔算嘅，但係在神嘅心目中咧，呢啲已經係成為一啲係憎惡嘅罪。咁我哋又睇睇新約係點樣講啦。嗰度又有幾節嘅經文
約翰一書3章15節咧就咁樣講嘅。佢話：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殺人的。你們曉得，凡殺人的，沒有永生存在他裡面。話呢個係緊要嘅嚇。原來恨弟兄啊，好多時都會有人咁樣做啦，係嘛？我哋都會常常都會咁啦，係嘛？原來呢個相等於殺人喎。哇！原來在神嘅眼中呢啲係咁嚴重嘅。嗱，呢個係新約講嘅。新約上邊咧，亦都係有講另外一節聖經，係主耶穌自己講嘅説話。喺馬太福音第5章21、22節啊，嗰度和修本啊，呢個新譯本嚟嘅，咁啊，所以就啲字句咧就比較貼切啲嘅。嗰度講咧，佢話：你們聽過有對古人説，不可殺人，凡殺人的必須受審判。但是我告訴你們，呢個我就係耶穌啦嚇。凡向弟兄動怒的，必須受審判；凡罵弟兄是廢物的，必須受議會嘅審判；凡罵弟兄是白痴的，必須遭受地獄嘅火啊！嗱，我哋睇到哇，原來主耶穌所講嘅説話相當嚴重啊！我哋如果罵弟兄，有陣時鬧下我哋嘅弟兄嚇，都原來會係犯咗罪嘅。我哋睇到神嘅標準係相當嘅高。天國係一個聖潔嘅地方，我哋要進入天國係必須冇呢個罪污。所以喺聖潔嘅天國裏邊咧，就唔能夠同罪污混合在一齊，光明同黑暗都唔能夠混合在一齊。呢啲都係大家好容易明白得到嘅。我記得好多年前咧，我就喺呢個加拿大通訊科技研究中心裏邊工作嘅時候咧，就參觀過一個裏邊一個嘅 IC chip 嘅實驗室。呢個就係微細電路嘅實驗室啊。裏邊嗰啲電腦咧細到眼都睇唔到啊。咁所以咧就係要好乾淨嘅。塵埃咧就唔可以落呢啲線路上邊，少少嘅塵埃比電路還大啊！咁所以咧就入去參觀嘅人咧就要經過一個清潔嘅房間，咁咧就呢個房間裏邊咧就將你啲塵啊身上所有嘅塵埃咧就吸走晒，跟住你要着一件白袍好乾淨嘅，跟住要戴一個戴帽、戴面罩。好似今日嘅防疫措施咁樣嚇，戴上手套，腳上邊都要着咗啲鞋嘅，咁就全套武裝咁樣吸乾淨晒先至入得去嘅，因為裏邊嘅電路啊，絕對唔能夠有任何嘅塵埃入去。所以我哋睇天國、神嘅國，亦都係咁樣嘅，聖潔嘅地方係唔能夠有呢啲塵進入去。但係聖經話俾我哋知咧，就係羅馬書第3章23節嗰度咁樣講，嗰個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嘅榮耀啊！咁世人即係講到所有嘅人，咁呢個罪咧其實係普及性嘅，咁每一個人都犯咗罪。嗱，而家我哋要睇睇咧，呢個罪咧究竟係咩嚟嘅咧？我哋點樣睇罪咧？罪嘅意思即係不忠啊，不忠嘅意思，即係離開咗神所許可嘅範圍。違背咗神嗰個旨意嘅意思。咁呢度有一節聖經咧就咁講嘅，約翰一書第3章第4節，嗰個凡犯罪的，就是違背律法，違背律法就是罪啊！呢個好清楚嚇。神俾我哋嘅律法，讓我哋知道乜嘢係罪。當我哋違背咗嘅時候咧，就係犯咗罪啦。咁人咧其實咧就係都唔係幾聽神嗰個命令嘅嚇，神所說嘅話講嘅嘢，其實人都唔係太聽。我哋嘅始祖亞當嚇，大家都知道喺樂園裏邊咧，就所有嘅樹上邊嘅果都可以食，但係唯一一棵樹嘅果就唔可以食，咁我哋就叫佢做禁果嚇，唔可以食嘅樹嘅果，佢偏偏就去食，食咗之後咧就犯咗罪，罪咧就使神同人之間咧嘅關係咧就隔開咗啦，咁所以咧人咧就唔能夠再親近神啊，咁到最後咧就係亞當咧就俾神咧就趕出咗呢個樂園，因為佢係犯咗罪嘅。咁犯罪嘅時候咧就係同神隔離嘅，有冇聖經咁講咧？原來喺以賽亞書第59章第2節咧係咁樣講嘅，佢話：但你們嘅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。你們的罪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啊！
咁樣就好清楚啦嚇。我哋就被罪咧就隔開咗同神嗰個關係。犯罪嘅人咧，甚至咧就會成為神嘅敵人嘅。咁喺以賽亞書第63章第10節咁樣講，佢話：他們竟背逆，使主的聖靈擔憂，他就轉作他們的仇敵，親自攻擊他們。所以亞當犯罪咧，就其實成為咗神嗰個嘅敵人啦。羅馬書第5章14節啊，佢講到咧，因為亞當犯罪咧，其實咧以後嘅人都跟住佢犯罪。佢點樣講咧？5章14節佢就話：然而從亞當到摩西，死就作了王啊！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，也在他的權下。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。呢度清楚講到咧，係一個預像嚟嘅。即係所以亞當犯罪，即係其實就代表咗我哋咧，話俾神知咧，以後嘅人咧都係跟住嚟到犯罪嘅一個預先嘅話俾眾人知道。咁罪嘅結果咧就係死嘅嚇。咁呢個聖經咧有一節聖經係咁樣講咧，佢話羅馬書第6章23節，因為罪嘅工價乃是死嘅。咁死咧其實就係有兩個嘅意思嘅。我哋好清楚明白第一個意思咧就係肉身嘅死啦嚇，因為每一個人都會遇見死亡嘅。但係第二個意思咧就係人咧永遠同神隔絕，呢個係屬靈上邊死嘅意思。咁死既然咧就係罪嗰個代價，犯罪嘅人咧就必須要死啦。但係聖經亦都講喺希伯來書第9章27節，個按着定命嘅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。所以唔單止係死啊，死之後仲有審判。因為神係一個公義嘅神啊，佢一定會追究我哋所犯嘅罪。咁所以我哋係要在佢面前交賬嘅。咁如果犯罪咁嘅情況又點樣咧？喺啟示錄咧就20章15節咧就話俾我哋知，如果我哋犯罪，我哋嘅名字就唔會寫喺生命冊上邊。20章15節佢話：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啊！所以即係生命唔係個名字唔係寫喺生命冊上邊咧，就會被懲罰嘅。咁人嗰個嘅前路啊，因為每個人都犯咗罪咧，呢個前路其實唔係太好啊。咁神點樣面對人會點樣咧？人又點樣做咧？人係唔能夠揾一出自己嘅方法嚟到解決除去罪嘅問題，所以神咧就需要進入嚟到去幫助人嚟到解決嘅問題。所以咧佢就為我哋咧就預備一個出路咧嚟到解決罪嘅問題嚇。咁就正所讀嘅羅馬書6章23節咧，就下半節咧就解釋咗嘅嚇。我再讀一次全節嘅聖經嚇。嗰度講佢話：因為罪嘅工價乃是死，唯有神嘅恩賜啊，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乃是永生。原來在耶穌基督裏邊咧，我哋係有永生嘅，係有得救嘅。咁有啲人就會咁樣問啦嚇，神你為我哋預備呢一個嘅救恩，咁其實咧都唔係話太難嘅啫，因為神你係全能噶嘛。你可以隨便就話，人嘅罪，所有一切都係被赦免啦，我就歡迎人就進入天國，咁咪已經得咯。但係神就唔能夠咁樣做嘅，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佢係有佢自己嘅屬性啊。佢嘅屬性係佢唔能夠違背自己嘅屬性。嗱，佢雖然係全能嘅神咧，佢亦都係一個聖潔，佢一個公義，亦都係一個慈愛嘅神。嗱，我哋睇一睇佢聖潔啦。因為佢係完全嘅，佢係冇罪污嘅，所以天國咧亦都係一個聖潔嘅地方，罪就唔能夠進入去嘅。咁我哋呢個明白啦。公義咧就係公平正義啦，即係話神咧就唔會當有罪嘅人咧就變為無罪嘅，無端端就赦免咗，因為佢已經講過罪嘅工價係死嘛，冇理由突然間就可以完全冇晒呢啲罪嘅。第三，佢就慈愛嘅。正因為慈愛嘅神咧，佢唔想睇到人係滅亡啊！就正我哋都睇到犯罪嘅人會滅亡啦。
佢要拯救我哋，所以佢就千方百計在呢三個屬性底下揾到出路。呢個真係唔係容易嘅，亦都係付上代價嘅。喺神嘅救贖計劃裏邊咧，佢就差派佢嘅獨生兒子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上，擔當咗世界上所有人嘅罪咧，就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為要付上呢個罪嗰個贖價，好叫我哋凡係相信佢嘅人咧，我哋嘅罪咧都因為咁樣咧就被得赦免。嗱，呢一個就係神所為我哋預備嗰個救恩啦。呢一個係唯一嘅救法啊，係耶穌基督用重價嚟到去將我哋贖翻嚟嘅。咁聖經有一節經文咧就咁講，佢話約翰一書5章12節咧嗰度講：人有了神嘅兒子就有永生，沒有神嘅兒子就沒有生命啊！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，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好清楚嚇！如果我哋要得到呢個永生，要得到呢個生命，一個新造嘅生命，新俾我哋嘅生命，我哋就一定要靠着耶穌基督先至能夠得到，靠着佢嘅救恩就能夠得到。嗱，我哋今日就講咗罪就係我哋得福嘅阻攔，亦都講咗原來係有出路嘅，靠着神嗰個救恩，耶穌嘅救恩就能夠有出路。嗱，我哋講完嘅時候咧，就想留低幾條思考嘅問題俾大家。第一條，我曾否有想過做一啲好嘅事，先至嚟到賺取入天國嘅資格？到底我要做幾多先夠咧？第二條問題就係，做好事點解會能夠解決到犯罪嘅問題咧？係邊個決定你解決咗嘅咧？第三個問題，我有想過接受耶穌嘅救恩嚟到滿足進天國嘅要求嗎？我今日就講到呢度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夠成為一個得福嘅人。多謝大家收睇。多謝陳牧師嘅講解。陳牧師好清楚話俾我哋聽，原來攔咗我哋去得到屬天嘅福氣係我哋嘅罪，唯有我哋認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穌基督做我哋個人嘅救主，我哋就可以得到永遠嘅生命啦。呢個係何等大嘅福氣啊！接住落嚟係生命見證分享嘅時間。而家我哋請來自渥太華華人宣道會恒愛堂嘅 Charles 同埋佢嘅太太 Carol。我叫 Charles，我叫 Carol。
多謝恩光中心俾我可以分享自己嘅見證。我喺香港出生，喺我5歲嘅時候，父親要找另一個女子結婚，媽媽含辛咁養育我哋嘅6個子女，我只得跟從媽媽，自幼家貧，生活困苦，媽媽穿家花嚟幫補呢個家庭，我亦要幫忙看顧其他嘅4個弟妹，我總算係高中畢業咗啦。年少嘅時候，我有3個嘅願望。第一個，希望擁有多啲嘅金錢；第二個，能夠有更好嘅學歷；第3個，下定決心永遠唔走父親嘅路，娶2個女子為妻，因為呢種嘅婚姻成為咗子女嘅苦痛。或者 Carol， 你講講你呢個成長嘅環境啦。我喺香港出世，自小生長喺基督教嘅家庭，我亦都係第3代嘅基督徒。12歲嗰年，我有個小學同學帶我返教會，我去咗香港嘅路德會恩典堂，我喺嗰度受到堅振禮。信主嘅初時，信心未堅定，一直都係起起伏伏。喺1988年4月，我同先生同埋大仔一家3口移居屋太華。1989年，細女亦都係喺屋太華出世。我喺1993年因為公司大裁員，晚間時時都係失眠，瞓唔到覺，而且情緒好低落，時時喺暗中流淚。後來經過醫生診治，證明我係有嚴重嘅抑鬱症同埋焦慮症，健康亦都係從此跌到谷底，每晚都係要依靠食藥先至可以入睡。而且新移民冇家人喺度幫手，又要照顧2個小朋友，實在係唔係容易。我發覺自己好掛住香港嘅家人，同埋埋怨配偶，時時嗌交，為咗一啲好小嘅事就意見不合。Charles， 不如你講下你未信主之前嘅生活啦。好啊，我相信人生嘅願望之所以唔能夠得到，係因為家中缺少咗個父親嘅愛。我記得自小呢個小學呢個4、5年級嘅時候，我對神最初嘅認識同埋感受呢，就係喺聖誕節嘅期間，喜歡聽一啲嘅聖誕嘅歌聲，好似小小馬槽啦、平安夜啦、齊來崇拜啦，俾我有好深刻嘅印象。媽媽同埋外祖父母、舅父母同埋家人都係基督徒，都好樂意咁幫助我哋。可惜唔能夠時常咁有機會嚟接觸呢個基督教嘅信仰。我哥哥同埋表哥等呢，都係出於名校，使對自己覺得自卑，加上對死亡嘅恐懼感。因為弟妹呢個體弱同埋病痛多，我要時時咁嚟照顧佢哋。咁 Carol， 你又係點嘅呢？我喺信主多年，依然都係未能夠改變自己嘅壞習慣，講大話啦，背後搬弄是非啦，時時埋怨自己嘅配偶，同埋貪小便宜，自己嘅驕傲任性嘅壞習慣一直都未有改變，呢啲都係唔啱嘅。但係神卻藉住主耶穌基督赦免咗我嘅過錯。經過咗1993年嘅大病，患嚴重嘅焦慮同埋抑鬱症之間，我每日都係喺度祈禱、讀經，求神帶領我嘅前路。後來更加同神建立一個好嘅關係，願意學習順服同埋祈求神憐憫我、醫治我嘅疾病。我漸漸感到神嘅大能同埋佢嘅不離不棄，每晚所食嘅藥嘅份量亦都係減到最低。Charles， 你要講下點樣可以認識主耶穌基督呢？我到咗30多歲嘅時候，大哥同埋細佬妹都已經信咗主，但我自誇咁講，你有你信，同我毫不相關。後來神用佢嘅計劃引領我，藉住一位嘅基督徒嘅朋友帶我去打羽毛球啦。喺當中讓我觀察到佢嘅言行有基督嘅樣式，使我認識到主耶穌基督更深。一次佢帶我去到教會參加呢個聖誕嘅崇拜聚餐同埋報佳音，
讓我認識到主耶穌基督係我哋唯一嘅救主。佢2000多年前為我哋降世為人，後來因順服神嘅旨意，就被釘死十字架上，被埋葬，第3天從死裏復活，升天。我聽咗呢個美好嘅信息，內心默然咁接受佢，成為我個人嘅救主同埋今後嘅人生嘅主宰。因為過去嘅人生係被罪惡嘅所捆綁嘅，接受咗救主之後，我便得到咗釋放。人生有咗盼望同埋目標呢，因為神有赦罪嘅大能。係啦 ，Carol， 我哋接受咗耶穌基督為救主之後，得到好多從神而嚟嘅福氣喎，係啊，我信主之後得到永生，大大咁幫助咗我改變我嘅人生。神使到我一無所缺，喺過往嘅日子拖大我，賜俾我一個體貼嘅基督徒丈夫，一對仔女同埋2個孫仔孫女。我好感恩神賜俾我一個好溫馨嘅家庭。係啊，我信咗主之後，至今差唔多39年，睇見神真係改變咗我。從沒有信心到接受神加俾我嘅信心，從畏懼死亡到將生命交託喺神嘅手裏邊，因佢係賜生命嘅主宰，所以再無需畏懼死亡。信徒係世上嘅光，當將光照喺人面前，等人睇到我哋嘅好行為，就歸榮耀俾神。我哋係俾神揀選做佢嘅兒女嘅，有極尊貴嘅身份，所以更加應當有端正嘅品行，使到神嘅名字得到高舉。聖經上咁講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係啊，聖經亦講過，主耶穌基督係獨一嘅真神，更應許我哋，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金錢、學歷唔能夠俾我絕對嘅平安，唯有神，你與我同行。而聖經講，神啊，你嘅意念向我係何等嘅寶貴，其數係何等嘅眾多，我欲數點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嘅時候，仍和你同在。主耶穌基督賜我 Carol 為妻子，我哋喺人生嘅路上共同走咗30個年頭。雖然喺歲月裏邊有唔同嘅人生嘅難處，但神引領我哋走佢嘅路，真係充滿咗感恩同埋喜悅嘅心。因着佢走着我哋，並將佢嘅愛賜俾我哋，使我得到平安同喜樂嘅生命。多謝各位。多謝 Charles 同埋 Carol 嘅分享。佢哋講到主耶穌係點樣尋找到佢哋，係苦難嘅日子與佢哋同在。當佢哋活喺罪中嘅時候，主又點樣拯救佢哋脫離罪惡？佢哋已經得到屬天嘅福氣啦，唔使再害怕死亡。願榮耀頌讚歸於我哋天上嘅阿爸父上帝。以下係我哋報告嘅時間。如果你哋對呢個節目有咩嘅提議同埋意見，或者對牧師嘅信息有乜嘢嘅回應，唔該俾個 comment 咗我哋，話俾我哋知啦。同時，我哋好歡迎你用熒光幕上嘅電郵地址或 Facebook 嚟同我哋聯絡噶。另外，我哋有恩光中心心靈關顧熱線，電話係613-292-0927，歡迎無論任何背景、宗教、年齡嘅人士嚟分享人生故事，或者查詢有關基督教嘅信仰。我哋有講粵語嘅關顧員接聽你嘅電話嘅，談話嘅內容及資料係絕對保密嘅。最後，我哋有個網站
graciouslight.org， 裏邊有好多嘅資訊，其中包括我哋嘅烹飪班以廚會友嘅視頻同埋食譜，仲有為幫助移居渥太華嘅香港朋友及早可以安頓下嚟嘅實用資料。我哋好歡迎你嚟瀏覽我哋嘅網站，參加 Facebook 嘅討論區同埋講座㗎。如果你喜歡今晚嘅節目，希望你可以訂閱 subscribe 我哋呢個電視頻道 YouTube channel 恩光中心 Gracious Light Christian Center， 或者同你身邊嘅朋友分享我哋呢個節目。節目又接近尾聲，多謝你哋嘅收睇同埋支持。我哋下次節目嘅時間會係5月26日星期四晚上8點播出，題目係得福的途徑。約定你哋到時見。主引路，常思有